多吃点啊。大伟，谢谢你啊！光棍节还带着我们一块儿过节呢。那是，我跟可风不能看见你们几个这个独守空楼啊。照着多吃点啊。好了，真好吃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掉了。哎呀，你们帮我找一下筷子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可不，你把你那什么不辣的那给我涮点呗。啊，没开呢。还差点。那什么时候开啊？这个？然后。啊。哎，大伟，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，我喂你吃一个红糖粽子。不，我这吃饱了，这粽子太占地方，我吃点那些就行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多吃点，你才有力气。我吃点豆腐。你是男人你就吃了。我不吃什么豆腐？我不吃。就这么小一粽子你都吃不进去，你还怎么当男人啊？对呀。老婆，你快跟他们说一下吧，你干嘛呢？大伟，你吃了，让他们看你是不是男人。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是男人就吃了。可棒。你是不是男人？快吃。那我要吃的可真是为了你啊。吃。男人。好，为了再次对大伟表示感谢，来干一个。干杯！杜科对你真的没那种想法？我们是纯友谊，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。但我觉得啊，男女之间只有两种情，一种呢是爱情，另一种是偷情。狭隘。那你们和大伟之间不是友谊吗？啊，我跟杨大伟之间那是姐们儿。我们家大伟是纯爷们儿。我就是想说，他跟我们姐妹之间感情好。我那个时候还觉得他跟乐晨他们俩之间，乐晨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乐晨有点配不上杨大伟，是不是？只有你宁可风跟杨大伟之间，那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跟我们家大伟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天生一对儿，天生一对儿。他怎么样啊？慌着呢，还不知道那个开荒的人在哪。下午茶 party 上，我的眼光一直都没有离开你，而你却没看我一眼。我把那个秘密告诉了艾玛，可是那个他那个到时候会喜欢你，还能说爱呢？怎么了？我一黄花大闺女，我谈个恋爱怎么了？谁呀？他叫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人？一个人？哎呦，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什么意思？问你话呢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说不说？
闪闪。雷小姐很守时吗？你也很守时啊。当然了，干我们这行的职业病，时间观念都很强。我叫李志，1982年2月2号出生，籍贯是吉林省吉林市，东北人。2002年考入政法大学法律系，2012年研究生毕业，现在在经营自己的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有2次惨痛的恋爱经历，无婚史，无子女，有车有房，有稳定的收入。以上就是我的个人基本资料。介绍的太全面了，我也需要像这样做一个全套的自我介绍吗？不用了。城市走婚的第2条，隔离式交往里不是写的吗？不要追问你不想回答的问题。律师果然是循规蹈矩啊。饿了吧？我们先点点东西吃好吗？好啊。我了解过的这家餐厅的套餐经济实惠，物美价廉。A 套餐送咖啡 ，B 套餐送饮料 ，C 套餐送蔬菜沙拉 ，D 套餐送水果沙拉，E 套餐送蛋花汤 ，A B C D E， 你看你选哪一句？那就选 A 套餐吧。咖啡可以提神，但如果产生依赖，会对人的正常作息时间和生活工作产生副作用。据我了解，雷小姐的肠胃不是很好吧？像你这种肠胃不好的人，最好不要喝咖。你好细心啊，那咱们就选 B 套餐吧。B 套餐，很多商家现在投机倒把，比如说一杯草莓汁里面可能只有1个草莓，如果不是现榨果汁的话呢，里面会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啊、防腐剂等东西，对人体也有伤害。那照你这么说 ，C 和 D 也不能选了，因为水果和蔬菜的沙拉酱里面也有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，所以说也是潜在的毒药。我只能选 E 套餐，对吗？雷小姐的逻辑推理性很强嘛，很适合做律师。哎，我觉得是你挖掘了我当律师的潜力，近朱者赤嘛。李律师啊，那我选 E 套餐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也不是绝对的，只是相对 A、B、C、D 来讲，它还算比较靠谱。李志律师啊，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幽默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好吧，我们点点东西吃吧。民以食为天嘛，我们先点菜。服务员，李志同志，我以前吧，以为你们律师这个行业的人都是一群挺呆板、挺严肃的人，今天我才发现，你们是一群挺有趣、挺幽默的人。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越严肃的人，内心越狂热。是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来，为了狂热，干一杯。对，狂热干一杯。酒量不错啊。那必须的。李志同志，你也看了我的通关法则，你认为你能顺利的通过以下的几关吗？我不敢保证，但我会尽力。我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。我做事也是很严谨。你有你的通关法则，我有我的恋爱法规。这是我花了1个星期整理的，请过目。这么正式啊？当然，不要忘了，我是一名律师。第1条，本法规是李志和雷闪闪恋爱关系的基本准则。第2条，李志和雷闪闪双方实行求婚后恋爱约束，不找小三，不搞外遇，男女平等的恋爱制度，保护恋爱双方的合法权益。第3条，李志和雷闪闪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发生性关系，并且实行计划生育。第4条，李志和雷闪闪，不好意思啊，李志同志，这个恋爱法则一共有多少条啊？一共有222条。222条？没错。那这样吧，我还是自己拿回家慢慢的阅读吧。不，这样不好。我感觉，我想把最重要的1条念给你听，因为这才是我制定这部法则的最终的目的。第222条，李志和雷闪闪恋爱适婚期满，可到相关民政部门申请结婚，
并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办理结婚相关手续，领取结婚证，成为合法夫妻。怎么样，珊珊？你感觉我的恋爱法规怎么样？太神奇了。讨厌。快醒醒吧你！你俩干嘛呢 ？baby， 昨晚是不是失声了？以走婚的名义滥情也是不道德的。你们俩谁先主动的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80%是你把人家给强奸了，还是你情我愿狼狈为奸？昨天你们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开的房？说好了先求婚再走婚，那个男的长得什么德行我们俩都没见过，你就急着把自己献身了，你对得起我和冬眠吗？想反抗啊？要辩护啊？申诉总可以吧？给他个机会吧。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。那你有什么冤情就说出来吧。如果确实是觉得冤枉的话，你也是可以从轻发落。你们两个肮脏的灵魂，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不就是律师吗？那律师是干什么的？打官司。只说对了一半，人家律师是伸张正义、主持公道的，哪像你们这么下三滥、这么低俗，满脑子不是你。没闪闪，你就简简单单、清清白白的说说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吧？到底上没上床？我们两个只是清清白白的吃了一顿非常营养的晚餐，然后就开始漫谈法律，别的什么也没干。漫谈法律，就这点文化素养，还跟人家漫谈法律？怎么没听你跟我们漫谈过啊？跟你俩漫谈法律，那不是对牛弹琴吗？你俩除了会谈情说爱之外，还能干点什么呀？还会关心你。什么时候约我们跟他见一面啊？我们也想跟他漫谈法律。好吧，那就等哪天你们表现好的时候，我再帮你们约，跟他好好漫谈漫谈法律啊。现在就打电话。你的态度、心情，一切都非常好。是，我们俩现在对学习法律的热情很高。你让人家跟你们似的，成天没事干呢。干什么？干嘛？打电话。别，我还没刷牙洗脸呢。刷牙洗脸，你这又不是视频电话，人家看不见你的眼神。还怎么拨了你？哦，喂。喂，闪闪。那个李律师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有2个闺蜜，她们俩现在特别想跟你漫谈一下法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没时间，因为现在在跟当事人了解一个案子。我们改天再约好不好？啊，好的。OK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闪闪，我把修订版的恋爱法规我又发给你，你有时间看一看，哪里还需要调整一些。啊，好的。OK，那我们改天再约。拜拜。这么快就约好了？人家正在审理案子呢，真讨厌，你俩烦不烦人呢？哎，律师有时间了。喂，嘿，田总。喂，林闪闪，你在哪里呀？啊，我在马房那个什么，跟闪闪079在一块儿，我去看看他那个什么。迟到了半个小时了，马上给我滚回来开会，会议室。还给我站着！我们是马吗？我们？哎，谁是马呀？哎，你那个什么时候约李律师？也行啊，你们俩那个什么，随时都可以约。他给我发了封特长的邮件，在我那个邮箱里面自己看看吧，先。放心，我们会打印出来好好看。
还在认真学习呢。别打扰我。看到恋爱法则最重要的地方。您看，好好看啊。这个律师有问题。我早说过他有问题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不是伪君子，就是一个衣冠禽兽，打着法律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，挂羊头卖狗肉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买他的狗肉的，而且吃完了之后还汪汪汪汪到处咬人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，尤其是你，就你刚才那些言论，我就可以告你诽谤。哟喂，你可别吓唬我，可吧？告诉他这律师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是，东边刚才那番言辞是有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的嫌疑，但是他说出了非常重要的疑点，那个律师是个衣冠禽兽。啊，他真的是个衣冠禽兽啊！不可能，你们俩一定串通好了。他衣冠禽兽，干嘛还要拟定这个恋爱法规啊？他那天晚上就可以把我给活吞了。他要是衣冠禽兽，那全世界的男人那都是散养的。淡定，淡定。就是因为这个恋爱法规，我才判断他是个衣冠禽兽。咱们国家有婚姻法，他干嘛自己拟定一个法规呢？婚姻法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，我和他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闭嘴吧你！我看你已经是被他给蒙蔽了。那我不能有申诉的权利吗？哎，你们看，他这字里行间都掩饰不住他一颗骚动的心。他写这部恋爱法规，就是为了把他卑鄙的行为合理化。对，他太卑鄙了。有了这个恋爱法规，就算是他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你都像哑巴吃黄连，完全说不出理儿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，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，就算是真的怎么着了，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呀。不打自招了吧？我们可都是为你好啊！你可千万别好赖不分啊，到时候有你哭的份儿。哎，如果你要真是你情我愿的话，那我们就考验考验他吧。你当每个男人都是戚民风啊？个个都得考验啊！真金不怕火来炼。我觉得东边说的话靠谱，可以考验考验他。怎么考验啊？喂，你好。先生，你寂寞吗？我不寂寞，你谁呀？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女人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能来陪一下我吗？我是一个你伤不起的男人，对不起，我陪不了你。先生，你能感受到我剧烈的心跳以及我冰凉的身体吗？我只听到你气喘吁吁的声音了。先生，好听吗？哦，先生，难道你不想看到我的身体吗？你不想抚摸我的身体吗？我的乳房丰满又柔软。我考虑一下吧。我真怀疑你是机转式的，那电话打的那叫一个浪。他竟然侮辱我的人格的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是一青年女企业家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呀！他侮辱的不是你，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个风骚女人。那还不是一个人吗？还不是你出的骚主意？哎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律师怎么说的？中计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还义正言辞的，后来就有点招架不住了。他说他考虑一下。切，那不等于没有答应吗？他考虑一下，也有可能是拒绝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他
也有可能是考虑接受。要像我们家大伟那种正人君子，他一定会说不要骚扰我。你说的那是过去的杨大伟，换成现在的杨大伟，他早说，Oh baby, I'm waiting for you。不可能，大伟除了我不会跟任何女人这样的。听人劝，吃饱饭啊！哎呀，这爱情啊，简直经不起一丁点的考验。男人都怎么回事？你好，警察同志，我们今天暂停营业，您要吃饭的话，马场周围还有几个不错的餐厅。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是来办案的。对不起，我们要进去了解一下情况，请您配合一下。哦，好，请进。警察同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怀疑你们这里有人提供色情服务，你们谁是负责人啊？我是啊，但是不可能啊，我们这里是合法经营的餐厅。合法经营的餐厅，服务员呢？今天暂停营业，所以服务员跟厨师都回家了。到底是谁举报的我们这儿啊？举报人的个人信息是保密的，这个你就不用知道。不用保密，是我举报的。警察同志，调查怎么样了？正在进行。走吧，带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两个人是谁啊？他们是我朋友。哎，闪闪，你也在？李志啊，你们认识？哎，他是我朋友。怎么回事？我可能有点误会，对，误会。误会？你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扰乱社会治安，误会就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个……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了。我们走什么嘛？行，回见了，谢谢您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不是我的两个女朋友，他们跟你开了个小玩笑。开玩笑？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主要是他们不放心我，所以想考验一下你。考验我？雷闪闪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一生当中遇见过很多女人，但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把心都掏出来给你的人，你却把它捏碎了。我作为一个律师，我考验过别人，别人也考验过我，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考验我的真情，我的爱。你这样下去，你这样的方式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。李志，李志，追不回来了。